年屆80嘅姨媽喺呢10幾年嚟，每日如常煮午餐、晚餐，帶去醫院俾慧萍。恭喜你哋成為2025年親愛表揚嘅得主，簡單介紹下自己啊！我係6號會員梁慧萍，今年36歲，住咗喺大埔醫院12年。我係楊慧萍姨媽，我由細到大都係湊楊慧萍12支湊到現在。係啦，姨媽，阿慧萍嗰陣時細個咧，發生啲咩事？點解會病發嘅？佢因為咧5年班嗰陣時咧就成日發燒，成日睇醫生，睇咗好多醫生啦，都查唔出咩事，即係唔退燒嘅成日。咁後來先睇到個醫生，證明咗佢係類風濕關節炎，一路幫我食藥，食到咧話最好做運動。咁樣做運動，我哋唔知咩運動好啦。佢話游水都好，但係游水咧，我哋又唔知道話曬唔到太陽。咁我哋同佢中午嗰陣暖啲，同佢游水啦。點知就惹埋呢個紅斑狼，跟住一路都食藥冇停過，到依家都冇停過。可以同我哋講下咧，2013年嗰陣時，阿慧萍發生咗啲咩事啊？因為佢買燒剪嗰陣時整親隻腳，咁啊要做手術㗎。咁啊未做之前咧，嗰間針咧抽組織，抽咗組織出嚟都話冇嘢，咁都未做手術。原來佢抽組織唔知係咪嗰支針有問題，就中咗金毛葡萄菌。佢話啲菌咧又上腦啦，咁啊要切肢啊，驚住切之後就昏迷3個幾月啦。等醫生巡房，醫生有時見到我話點解今日有發生咩事啊？你咁早嚟，因為未俾我哋探病時間啊嘛。咁我未探得，我都知道等啲醫生出嚟睇下有咩好消息啦，睇下壞消息、好消息咁啊。日日我都係咁等噶啦。打擊真係好大好大，又瞓唔到啦，食唔到啦，跟住咧真係如果佢覺得佢救唔翻咧，我都會死噶，我一樣跟嘢去噶。我知道阿慧萍咧嗰陣時昏迷咗3個月啦，有咩嘢推動到你唔放棄阿慧萍啊？即係我由細到大湊佢咧，佢樣樣都好精靈嘅，樣樣都活潑嘅，佢可以去游水啊、跳舞啊、玩咩都玩嘅，同埋手工又好叻嘅，穿珠仔樣樣都得嘅。我諗唔會，即係唔會咁易我放棄佢咯。我希望第日佢救到佢之後咧，可以即係啲科學咁叻咧，可以救佢嘅。但係所以我內心當時我係好辛苦，即係感受到如果一唔掂咧，我會死㗎啦。咁希望佢救得翻，咁我就開心啲咯。亦都想俾阿慧萍有個支持，支持佢啦，唔好等佢咁辛苦喺張床度。係啊，同埋冇咩人啦，因為我都係湊大佢啲親人個個喺外國㗎嘛。探病時間，我哋喺下邊，即係附近嘅醫院側邊公園咧，日日係咁教佢咯。嗰啲教嗰啲方法咧，就係言語治療教我哋嘅，變成佢都後尾都識講嘢。一識講嘢之後咧，佢要自殺啦，佢唔做人啦，好辛苦。咁我當時我都好凄涼嘅，兩個攬埋喊咯。咁樣啊，慢慢嘅有機會醫得好嘅，有科技嘅，你駁翻隻腳又可以行。
可以慢慢講到嘢，唔需要話自殺。到目前為止咧，佢所以佢係好希望自己醫得翻、行得翻嘅。咁維琪阿姨媽咁樣講，有冇啲鼓勵作用啊？當時有，當其時有。佢點樣陪住你度過嗰段時間？佢日日都嚟探我，有陣時偷雞拎啲雪碧當水俾我講飲啊。哦，都唔知道，因為我係飲水，然後我飲翻汽水。呢10幾年嚟咧，喺大埔醫院，你係點樣照顧阿維琪？每一日都係煮飯買餸俾佢食，同埋煲湯，人哋話乜嘢就乜嘢咯。跟住日日都係三蚊護理啦，夜晚一定要幫佢刷牙啦、洗面換衫包血啦，先入翻嚟食飯，冇一日停過嘅。連旅行啊，翻去探親都冇一日離開過廿平，放心佢一個人。而家咁多年嚟都風雨不改，咁嚟照顧我。佢有件事，佢經常煮啲餸菜俾我食，我攞啲手出下街睇下電，睇下電影，飲茶最多，翻屋企煲湯，開心就係而家嘅你。姨媽咧咁辛苦湊大佢咧，而都係行得動得啊，姨媽就開心噶啦，知唔知啊？有得同阿姨媽用電動輪椅去街，我都好希望有一日可以自己揸到隻電動輪椅，同姨媽周圍去。但前提係姨媽身體健健康康咁，同我周圍去旅行。得啦，食啖先啦。好啦，好啦，開心啦。